汤匙，世界最大的 spoon， 镜面加工，不能触摸。烟式产业饲料馆，哇，打磨成这样，很难吗？他妈应该很难吧？这么大个叉子，这么大个汤匙，凭空想象，非常不溜啊！圆润丝滑，哇！旁边这有啥？这不是菲亚特，不是 Subaru。Please do not touch R1。哦，这些打磨的金属打磨，镜面汽车，哇！哈哈哈，算你厉害，算你厉害。Please do not touch R1。